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5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赣州刊搁再押出高虹安签名被抢的这个名册，表示对助理的薪水是拢知。不过高虹安却是回应讲，这是两件代志乱斗。可是巴菲特开代票1200亿倍台积电的 ADR， 指出今仔日台积电股价抢权带动台股大起。今仔日集团退役峰会起股，张拜登含习近平有会谈，不过台海问题有关系无重大突破。讲到G20领袖峰会15日印尼举行，印尼总统佐科威强调，这罗西阿拍乌克兰战争一定要停止，世界才法度行向前，也呼吁全世界袂当搁再进入另外一场冷战路。后面也呼吁各国就爱向这罗西阿施压，或者战争赶紧来结束。另外，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和法国总统马克宏举行双边会谈，焦点依然是放伫咧乌克兰战争。这届巴厘岛G20峰会主人印尼总统佐科威15欢迎这届参加会议的各国领袖。拄啊主持完东协峰会的柬埔寨总理洪森，体检确诊新冠病毒，已经提早回国。佐科威伫开幕致辞的时阵，敦促20个峰会领导人必须赶紧促使拍将近9个月乌克兰战争停战，世界也无需要有另外一场冷战对立的局面。Being responsible here also means that we must end the war. If the war does not end,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the world to move forward. We should not divide the world into parts. We must not allow the world fall into another Cold War。20个集团成员国包含全球80%的经济活动，加世界2%的人口。这届峰会虽然共同目标是因应全球物价、能源继续起价，不过面对乌克兰战争的危机，对是不是邀请俄国总统普京出席，到针对俄国的制裁，各国的态度拢无同。外界也预测这届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可能性无悬。同款参加会议的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搁再呼吁各国爱向俄国施加压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峰会G20工作G19明显甲俄罗斯排除在外。За кілька годин говоритиму про це у своєму зверненні до учасників саміту G19 в Індонезії. Це об'єднання дуже вагомих держав. 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时间法国总统马克宏举行双边会谈。马克宏会谈的时阵，呼吁习近平向俄国施加压力，和俄国谈判结束战争。习近平表示，中国对乌克兰危机主张停战甲和谈，马习两个人也承诺持续推动中法关系稳定发展。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讲到G20今仔日开始，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日前一天因就先进行会谈咯。习近平强调，这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袂当下过去的红线。拜登是搁再强调支持台海稳定。咱台湾的总统府也欢喜看到拜登搁再强调美国的立场。不过两个头人会谈了后，就真侪学者认为讲，这届会谈是为着要控制这紧张的美中关系，避免局面失控。不过中美关系若只有实际改善，恐惊是真困难。美国总统拜登向前，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这是习近平自中共20大结束了后头一摆出访，也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了后，两个人头一摆面对面会谈。根据中国央视发布的新闻稿，习近平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袂当超越的红线，强硬表态，献出底线。拜登也召开记者会，佮表示美国的立场。Our one China policy has not changed. Has not changed. We oppose unilateral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by either side, and we're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 And I do not think there's any imminent attempt on the part of China to invade Taiwan. 我愿同总统先生就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问题及重大的全球和地区问题，一如既往的坦诚深入的交换看法。拜协会牵动美中台敏感神经，学者认为，这摆会谈是为了替美中紧张关系起一道防护栏，避免局面失控，同意恢复气候变迁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要访问中国，拢是正面的信息。不过，美中双边关系犹原真派出的实质性的改善，尤其关键的台海议题分歧无解，犹原是美中关系一大挑战。
美中关系还是回归到原点，就是说，只是把彼此这个紧张关系把它管控住，不要让它继续升级。这次他们见面的一个最大的目的是这样。在这个台湾议题上面是双方关切的重中之重，最重要的目标是避免误判，避免擦枪走火。避免竞争演变成冲突，避免打一场双方都不想要打的战争。随着拜习会结束，总统府也会员欢喜看到拜登总统佫表示，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加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佫指出，充分展现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记者综合报道。今周刊搁再压出讲有高虹安亲手字的立法院清理名册，因为这高虹安对助理逐个月向立法院请的薪水金额拢是知的。不过高虹安认为这是甲代志乱斗，强调这清理名册呢是每一个立委办公室逐个月要清费用的时阵，拢爱签名名册，含进前有人压出来档案，讲这是两件代志。民众党新的市长候选人高虹安牵涉诈领助理费案，今周刊阁公布有高虹安签的立法院清领名册，因为高虹安对助理每个月向立法院领的薪资完全知影，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爱高虹安直接认罪。高虹安，你赶快解除律师委任，直接认罪，不要再凹了。拜托高虹安，我还是奉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些很可能全部都是司法问题，请你诚实的面对司法的调查。真的是订购到菜刀，因为其实这个请领名册呢，是每一个立委办公室在每一个月要请领人事费的时候，都必须要签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册。所以他跟我们讲说什么流出的这些不知来源的这些以色列党，完全是两码子事。周刊一直公布新事情，也互新竹的选情加添变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加林敬仁拜票的时阵强调，内部民调显示林敬仁的支持度一直升悬。礼拜六要举办联合造势议员选情，佮讲这届上界大目标都是甲民进党扣落来。下架民进党是大家最重要的课题。我想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把八大地段让市民知道，也让市民共同来监督，共同来打弊。根据联传媒宏观民调指出，高虹安渴望伫新竹摕88561票，赢沈惠虹的80510票。林敬仁是推测会摕到64796票，也是有较输。林敬仁是讲民调敢会当作参考，伊有这个信心会选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高雄去这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昨伫咧高雄美朗沿路拜票时阵，无细致讲出国民党伫高雄在野20年，一切拢去掉了啊。郭志温表示，国民党对南部经营不够，这是事实。不过，伊也强调讲会继续拍拼，互民众看到诚意。另外，要拼连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伊是强调讲，无分哪力会用成绩来争取支持。20年没有执政哈，气了了。一句气了了，煞讲出对选举的挂虑。袂记哩关麦开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伫美朗扫街时无细哩讲出心内话，因为国民党到即阵选举才发现，真侪原本支持哪个地区，像美朗等等，即马多数拢已经转向支持民进党。过去国民党对于南部的确经营没有那么样子的积极，我觉得从我开始，我们就要开始。真的从南部的这个经营开始哦，我想这是一个事实。看开面对国民党伫高雄的趋势，就惊会失去愈侪支持者。郭志温11月15透早去北高雄的落地股票，也若要拼连任的市长陈其迈，共款是基层走透透早对车队伫大寮扫街，替家己甲市议员候选人争取支持。不分蓝绿来做，哦，我们不会哦，大概选举的时候，这个才开栓。建设开工才会解决问题，这个是我想我们一贯做事情的态度。伫车顶伊甲路边的民众质疑，陈其迈强调施政无分压力，无论人讲是拿赢票仓的冠村，也是客家族群，伊拢会继续用政绩争取认同。大选倒算存在一天，候选人车队大范围扫街，拢希望会当推出更较侪支持者。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今年这苗栗县的选战有5名候选人要来拼一个县长的位，今仔日就这个媒体公布一份民调，公布党籍的张东锦加民进党的市定真排伫咧第1、第2，支持度只有差4%尔。不过，还有37%的民众是还未决定讲要投给啥人。选情最后阶段，苗栗县长选情紧张，15有媒体公布封关民调，无党籍参选的苗栗县议长张东锦以20.85%的支持度领先16.73%的民进党候选人市定真。张东锦电也表示，民调符合目前现况，民众记者民进党的强权甲腐败。市定真强调，这场选战是正邪对决，请全民团结抵抗恶道入主县府。今年5月开始，不管是自己做的，还是媒体做的，都是一路领先。苗栗县民不喜欢民进党的强权恶霸、施政腐败，拒绝黑道黑金的苗栗人，请勇敢支持徐定真。我们不要有蓝绿成见，要团结，为了苗栗未来。民调显示，张东锦甲市定真支持度差4%点。另外，时代力量宋国鼎8.55%，国民党谢福宏7.49%，甲无党籍吴胜胜0.64%，暂时后壁3名。宋国鼎表示，民调中有37.21%的民众也未决定会继续冲刺争取支持。谢福宏电也认为，目前说辩会有明显感受到选民的热情，相信最后会有实际反映伫投票结果。未表态的选民高达3、4成，因此未来选战大约剩11天左右，我们仍然会最后的继续冲刺。然后我们相信苗栗县的选民是非常有智慧的。近期我们问政说明会的现场，民众的主动参与跟热度都很高，相信在投票日，选民会用实际行动表态。谢福宏一定会为国民党拿下胜选。苗栗县长选战真激烈，谢福宏甲市定真各自请来前后任总统马英九甲蔡英文助选催票。张东锦是得到现任县长持有冲小田，宋国鼎是以清新现象争取少年选民支持。苗栗县府最后到底是什么人入主？这个人公布到最后一刻，什么人拢无把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美国拜一4大指数收盘拢是落去的，不过股神巴菲特头一届伊是开大约大票1200亿买台积电，伫美国上市的股票评值，刺激着台股早盘就开悬，盘中要到390点，收盘要起371点，落尾收伫咧14546点，这台积电的股价也冲到480块。虽然拜一美股全面受压，不过股神巴菲特的扑克夏公司头一遍买台积电 ADR， 今日台股早盘跳空开悬，指数一路走悬，盘中大起389点，指数突破14500点的整数关卡，挖近半年线。伫半导体设备、供电这电子股持续起价情况下，中场指数大起371点，收伫14546点，成交金额是2983亿。台积电股价盘中冲到487块，起42块，中场收480块，期待订货12条大关。资金太过集中在台积电以及台积电周边的一个股票，造成了其他的一个个股这个失去资金的一个澳元，所以今天其实个股的一个表现呢，普遍都是呈现整理的状况。毕竟呢，美国股市其实连涨几天之后，昨天也出现获利回吐的卖压了。美国通膨降温，美金指数连落真一天，也带动日钱回流亚洲。15新台票兑换美金的汇率个大量升达，中场以31.105。收盘升1.1分。虽然美国联准会副主席布兰纳德则是告讲，央行有可能真紧会放慢相关利息的脚步。不过，理事沃勒是讲，市场对意外降温的通膨数据已经过度反应，也需要继续上按货币政策。这个讲法也带动美金指数为低点反弹。国内学者认为，即马联邦基金利率虽然来到3.75%至4%的水准，不过比起通膨的实际利率也是负数，所以认为美国持续相关利息的可能性是必要的，只是幅度会小可考虑。等到需求包括民间投资、民间消费都受到冲击有可能接下来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表现就会恶化，之后他才会考虑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学者提醒，美国伫高通货膨胀持续相关利息，会使美国消费力减弱，经济变较差。若是美国无停止相关利息，会进一步影响台湾进出口、加投资表现。安尼经济成长率会阁降落来 ，GDP 要保三，恐惊毋是遐简单。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这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也个肥料成本起价影响，关不了一直直的起价。主计总处上届新的统计就发现讲，这价量比去年同时间是起31.7%，若讲到沙拉油是起11.4%，1月到10月食品类平均是起5.9%。另外，根据着这591的新建案统计也发现讲，伫新竹地区最近这3年新建案厝价所得比，用全台湾的平均来甲看，就要22.7年，无开价半线，才当伫咧新竹地区买一间厝。将锅啊点心放伫盘顶悬，帅气可摆得，但店员生效，这是台北有名的锅啊饼罐手礼店，真受民众甲观光客喜喜。毋过受俄乌战争甲肥料成本抢悬，锅啊饼店的原物料是起白沙。主计总处上新的统计就发现，价量比去年同期起31.7%，沙拉油、调理油也起11.2%，面粉的原料麦啊也起有3成外。面粉的话，相对去年来说，它有涨到4成；鸡蛋的话，大约4成。老板是希望说可以回馈给消费者，目前的话都自行吸收。除了物价起白线，近期591新建案统计录到新竹县市近3年新建案厝价所得比，全台平均无食无啉12.7年才买厝，甲3年前比增加61.4%。过去厝价上亲民的新竹县，今年所得比成长114%，高雄市3年的厝价大起1100万，所得比增加108.1%，薪水增加幅度根本捉袂到厝价抢悬的速度。新竹县是在这几年可以说是就是全台房价涨最快的区域之一，当然就是这个科技业的带动的效果，很多这个区域的价格呢，它新案开价甚至是7、8字头，已经超越了新北市很多这个主要的蛋黄区。高雄市的发展呢，跟这个新竹一带有点像，大型企业要去设厂，带动了整体的这个话题以及购买量。先前供料上涨的关系，所以这个新案的价格逐渐的攀高。房仲表示，用行情利息了后，房市买市明显降价，在利空因素之下，互买人较无对价意愿，买人也咧等看卖，而且年底选举本来就会影响整体市场，按算到明年春节过后，厝价才有较明显的走势。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美国再传出这校园抢案咯。伫美东时间13暗时，维吉尼亚大学有一台载这个学生的巴士发生抢案，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嫌犯开枪了后有逃亡，目前是抓到人。这是美国今年第599件抢案，也或者抢机管制基地，搁再受到众人议论。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伫美东时间13暗时发生枪击案，造成3死2伤。警方伫代志发生几点钟了后，掠到嫌犯枪死，分别用3项以及谋杀罪加提枪当罪起诉。Two other students were wounded and are being treated for injuries at the UVA Medical Center. One is in good condition, one is in critical condition. 嫌犯枪手是学校橄榄球队员，伫校外教学会场的巴士顶悬向车内同学开枪，3心外学生甲同款是橄榄球队队员。另外2位伤者伫病院抢救当中。学校伫案发了后，马上伫社群网站通知师生秘去安全的所在。Although we do not yet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motive and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se events, police are investigating as we speak. We will continue to keep the community notified of developments via our emergency alert system and further community-wide emails. 顶礼拜西雅图则发生校园抢击案，当地学生伫半夜上街路游行，要求政府管制枪击，平衡安全的校园。Someone is dead, and this just like keeps happening year after year after year, and there's like no one's doing anything, and now it's like happening here, so it's time to do something. 外国媒体统计，今年美国发生将近600件大规模枪击案，至少68件发生在校园。不过，美国宪法温润有情，各州法律甲民情无同，互枪击管制是真困难。公视新闻杨眼编辑。对于台湾去到乌克兰做志愿军的陈胜光，伫咧乌克兰战死。这乌克兰军方昨夜替伊伫西部的大城市利维夫举办告别式。伊的妈妈、阿姊，还有太太，拢去到乌克兰，要甲伊带回去台湾，而且有几多100个乌克兰民众到现场来烧送，场面是真悲伤。
台湾志愿军陈信光的妈妈由外交部人员陪同到乌克兰西部大城利维夫参加乌克兰军方办的告别式。陈信光的姐姐牵手也拢来，有几百位乌克兰民众自发性参加告别式，现场有看到台湾甲乌克兰的国旗。捌伫咧台湾待过乌克蘭人，曾刚请台湾队的家来送陈信光最後一段。Як тільки почули цю новину, відразу приїхали сюди, щоб підтримати сім'ю, побути разом в цей такий важкий час для них. Особисто, на жаль, я його не знав, тому не можу сильно багато сказати. З того, що я знаю, те, що він усвідомлено сюди летів, так що це, в принципі, ось так. 陈信光是第一位去乌克兰参战阵亡的台湾人。乌克兰军方发言人讲，遗体会运登去台湾。江水边将话口号欢迎，因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出现伫咧哈尔松，乌克兰军队继续守护领土。哈尔松伫人8个月了，如果升乌克兰国旗，泽伦斯基讲，这表示战争开始要结束啊。若是泽伦斯基规个城市，大家心情拢真好。这是自战争开始到即马，泽伦斯基第一遍公开来赫尔松。伊也讲，调查人员伫咧当地有发现超过400件俄军的战争罪行，但是军事专家分析，乌克兰军队竟然正歹跨过涅伯河，最后一个反攻的战场可能是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公司新闻郑伟玲、吴义昌编辑。美国前总统 Trump 会伫咧佛州时间15暗时做出重大宣告，伊的竞选顾问已经表示，就是宣布要搁再拼一届总统大选。不过，伊的前副总统 Pence 被问到敢要搁再挺 Trump 过来战这指控是4年咧，伊说是回应讲有搁较好的选择。I'm going to be making a very big announcement on Tuesday, November 15th. At Mar-a-Lago in Palm Beach, Florida. 真侪摆明示暗示要回归，美国前总统川普总算要对指控之诉总统大选明确表态。法新社报道，川普已经宣布，美国时间15暗时9点，要伫佛州总理坦海湖中园发表重大声明。竞选顾问也明白指出，川普要正式宣布投入选战。不过，就伫前一天，前副总统潘斯表明，无认同川普1年外前煽动群众冲入国会，互伊甲亲人陷入险境的行为。It angered me. I mean, the president's words were reckless. It was clear he decided to be part of the problem. 这是潘斯点2年了后第一摆对川普做出严厉批评。潘斯咧为家己的新册宣传，内容也讲到国会暴动，被问到是不是支持川普国战指控之诉，也是要参选白宫补助的潘斯回应，可能有更较好的选择。有共款的想法，不只是潘斯。I'm tired of him. He's an idiot. He's unqualified. He's mentally ill. What else do you need to know? Why do people vote for him? That's the problem in this country. 不过，也有人期待川普搁选，甚至希望伊甲共和党在连任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联手夺回执政权。As far as the Trump presidency, I think that he had America going back where we needed to, as far as developing jobs, finding ways to make us America as a standard again in all industries. I would love to see both of them on the ballot, Trump running as president and DeSantis as vice president. 选民看法无同，共和党内也有声音，因为其中选举表现不如预期，党内部分同志批评川普，和共和党输比赛已经3进出局。川普是回击，选举出现问题，佮将目标指向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指控伊污害其中选举。另外，川普也面临真侪项指控，包含家族企业早起国会暴动、伫佛州私人客家处理机密文件等。不过，这好亲像无影响川普国战指控之诉的决心。公司新闻徐焕玲编辑。为了要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会来经过着严格的海峡，对这
法国嘅北部偷渡去到英国，双方政府伫巴黎时间11月14签署协议，英国大约付代表23亿2600多万的经费予法国，予因伫咧沿海地区增加4成巡逻警察。一方面是要掠偷渡客，另外一方面是要收集情报来消灭人口买卖集团。由非洲甲中东偷渡前往欧洲的非法移民潮，伫2015年前后引起人道危机。那伫各国境内滞留的非法移民，部分也予当地国造成社会问题，其中包括组织伫法国北部加莱海岸的非法移民，伫偷渡到英国前后，拢予法国甲英国政府带来真大的困扰。The Prime Minister has been absolutely clear. I've been absolutely clear that illegal migr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numbers that we've been seeing more recently,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外地引用英国政府的统计指出，为法国探过海劫偷渡到英国的非法移民，2018年只有无到300人，2019年就增加到1800多，2020年有8400多人偷渡入境。那伫疫情转复了后的2022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885人，其中两个部长签字的前2天，也就是12拜6，都有972名偷渡客互掠着。英国指责法国组织不利，予伤济非法移民入境，造成英国政府逐工爱支付2亿5千多万新台票处理一寡非法移民，也影响地方政府照顾合法移民的资源。根据拄出来的协议，英国伫未来一年将支付法国相当新台票23亿2600多万的经费，予法国方面会当增加巡逻能力。First of all, we'll see embedded observers. That means there will be British officers working on French soil, observing the work or working on the ground with French officers to detect and intercept the illegal migrants as they attempt to leave France. 根据2个月计划，查到非法移民了后，警方会为因的身上出自人社集团的证据，为根本上解决非法移民偷渡的问题。公司新闻起家真便宜。讲到咱国内本土疫情渐渐伫咧降，不过这流感病毒确实真有可能会搁再压起来。国内新增加2例流感引起重症病例，这2个拢无注过流感疫苗，其中一个70多岁男性对发病到死亡只有短短5天尔。另外，讲到这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今仔日增加18000多例，今年到目前为止咧，这本土病例已经超过800万例了。新冠本土连续4天破超过2万例，15拜二增加18509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同期下降2.5%，中当中有82例，死亡有43例，累计今年以来本土病例已经超过800万例，好加在9.9%轻症也是无症状。8月15到现在的这一波的这个病例则是大概315万例哈，所以目前这一波的病例数哈还是比前一波来的减少，而且不管是中重症的个案数，还有死亡的个案数，也都是比前一波来的减少。新冠本土疫情转好，流感病毒煞强起来，国内增加2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2个人拢无注流感疫苗，也拢感染 A 型 H3N2， 其中一例是还未满5岁查甫囡仔，经过治疗已经康复出院；另外一例是70多岁的男性，为发病到死亡只有5天，这也是今年流感季第2例流感重症死亡个案。如果这个人呢？高烧不退，而且有这些类似很发烧、发冷、头痛、全身酸痛、咳嗽、流鼻水这种呼吸道症状，再加上家族传染这样的症状，我就会比较怀疑是流感。指挥中心强调，今年流感病毒株主要是 A 型 H3N2 为主，比 H1N1 换 B 型流感较定侵袭了大人。那中症感染了后，致死率较悬。今年拢总备629万剂公费流感疫苗，已经注525万剂次，也搁剩104万剂，使用率达到8%，所以呼吁65岁以上的长者、甲下龄前幼儿等高风险族群，应该赶紧注疫苗，以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平宁高中因为这管理学生囡仔服装仪容太过严格，违反规定，去予学生申诉几落改。经过教育部和教师的调查，事后咨询会建议扣补助金100万。平宁高中表示，相关的规定要放零，希望莫扣补助金，若无安尼死会影响到学生的权益。对音乐节奏当日上体育课的女同学有几落会头毛超过间隔，不过以前伫屏东的平宁高中，这是违反校规。去修剪啊，或什么这样？修剪，对，有听说用尺去量的吗？
还没有到这样，他抓个大概而已。以前不行。哦，是什么时候规定可以的？这学期。教育部接到学生囡仔တင်情，平原高中真侪年不当管教學生囡仔的服裝儀容，經過國教署查證，學校傷過頭約束包含用笑、牛頭毛的長度，衫的帽仔袂使顯出來，生活競賽分數傷低，學校會公開頒發烏旗。專案依照私校法召開私校諮詢會了後，諮詢會建議靠獎補助100萬，實際金額由台教育部決定。我們有逐漸在改善，那也不要因為這個問題，然後。其實扣補助款也影響到學生的一些權利和福利。學校強調，服儀規定攏已經放零，包括頭毛的長度會當為暗囡仔，目前敢若禁止染電頭鬃，其實學校嘛真為難，放上令家長趕快有意見。有很多家長是支持這樣子的管教，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其實我不覺得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就是停止獎補助款就可以去解決的問題。我覺得教育部要考慮用更高位階的，甚至用立法的方式，禁止所有的私立學校有任何違反學生人權的規定。私校真濟管教會較嚴，監察院9月捌公開服儀校規調查，除了兵營捌予學生囡仔申訴3屆，其他親像高雄的高英工商、台南南光高中、新竹光復高中等，也攏予人申訴過4屆。高雄的中山工商予人申訴8屆。日本也呼籲教育部用公權力介入，保障學生囡仔人權無受侵犯。記者綜合報道。講到台北市長的選舉，這第2場公辦政見發表會今仔日舉行，12位候選人輪流發表因的政見。無黨籍的黃珊珊談論到這8年來的成果，強調家己隨時會當做好市長。那民進黨的陳時中伊唔那批評蔣萬安的政策，親像在講笑話共款，也講這黃珊珊攏對在大問題後壁始終會改變。國民黨的蔣萬安是提出4項發展5大中心，要來振興台北市。其他候選人的政見也真多元，咱做回來看賣。台北市第2場政見發表會，讓特別高峰期的黃珊珊強打延續8年政績，擺脫壓力。但市長批評蔣萬安提政策親像講笑話，佮批評黃珊珊掛鬼黃水，市政滿意度恐驚佇後邊。蔣萬安是提4項發展5大中心，重進台北解封。新屋買不起，老屋不好住，租屋選擇少。我在此宣誓，全面推動都市更新，是我當選台北市長以後首要的任務。目前相關的候選人，到底誰真正能夠無縫接軌？誰可以即刻上手？誰具備台北市政擔任市長的即戰力？我想這個答案非常的明顯。蔣委員一直在提他的一個矽谷的經驗，現在幾乎已經要變成是一個矽谷的笑話了。他要科規黃水，什麼都不用變。如果什麼都不用變，大家不管誰做，大家都有即戰力。5號唐文芬提出鐵道海北防恢復完整2號公行組長，7號蘇焕智是個批評蔣萬安的形勢。蔣經國就是你阿公，其實呢，你就是在告訴大家，蔣經國是一個這個有婚外情、生小孩又不養又不認這樣的一個渣男，你這樣子是強姦蔣經國。我談海敗王的事情出書到現在已經超過了3年，藍綠白沒有人敢面對這個問題，躲躲閃閃。11號謝立康個時點08草3號電空屋提出普及化免費教育。10號鄧新平講要創造台灣第3波奇蹟。8號是洪森強調家己是救地球的幫手。1號張家豪要為市民加薪水。4號黃勝峰呼籲到陳時中。2號王文官也提出政策爭取支持。記者綜合報道。台北市看線來看到桃園市長的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今仔日舉行，4位候選人就是國民黨的張善政、民進黨鄭運平、民眾黨賴香蓮加無黨籍的鄭寶清。這4個人針對着桃園捷運公共安全、加少年人買厝等議題發表伊的政見。桃園市長政見發表會開始，民進黨候選人鄭運平提出市長鄭文燦8年政績，為了延續和航空城關鍵開發，佮啟動桃園捷運路網2.0，同時也加對手張善政。張善政是標準落在國民運動中心的天蓬確實，希望未來應提升市政品質。沒有辦法讓航空城運轉，阻擋了鐵路地下化在桃園實現。過去他有權力的時候，沒有能力解決重大的問題，未來更不可能。我推動公共建設的原則是清廉政府、乾淨發包，不僅要追求工程的品質，
还要追求预算的效率。陈文平强调，会继续推动台积电伫桃园设厂这个政见，不过也互无党籍内部请批评，唔通为选举为大饼，也主打照顾少年人买厝，投期款由政府来负担。提到护国神山，嘛毋是讲就有啊，因奈米甲即摆安怎做落，我唔知，那我都即摆就讲因奈米。我用骗选票，卖用骗的，要真的做得到。我们不会贪污，我们不用包袱，我们不需要照顾任何人，但是我们要做该做的改革。我许诺，我选后我不会把户籍迁走。民众党赖香玲是点出桃园炼油厂的安全、工业区大火者公安问题，强调民众党无包袱啊，家己阁是客家人，而且有20多年社运的经验，因互桃园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体段大车拼台湾一定赢！这世界跆拳道锦标赛伫墨西哥举行，伫咧比赛头一天就好成绩啊！这东京奥运铜牌刘嘉玲，甲东京奥运的金牌拢拍败逼入去决战。不过伫咧金牌战的时阵，对决到中国选手无细里输气，摕到金牌。Silver medal, Lo Jialing。欢喜骑去颁奖台71岁卢嘉玲收世锦赛女子57公斤级银牌。这面奖牌是因为透早6点外拍到暗时8点外，连拼5场的结果。卢嘉玲倒卡扫到对手的面，对手也为1点冠摕到3分，8强拄到美国名将，但有金牌坐了第7，真歹应付。前2回合拍完1比1平手，第3回合剩3秒，两人各负1分。不过做了第7个得点，卢嘉玲只有4个。8强赛甜蜜复仇，4强卢嘉玲阁以2比1拍败东欧并列铜牌托尼奇好手伊尔根，生涯第一摆创进世锦赛金牌战，对上今年毋捌失败过，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中国好手陆宗熙。穿红色护具的卢嘉玲，第一回合1比2让出，第2回合先抢1分，赢成甲结束前1秒，却因为陆宗熙攻击到第2个平手，结果这回合赛裁判认定中国选手胜出，卢嘉玲0比2金牌。我设定的目标是在8强嘛，因为我觉得他8定是要遇到美国那个奥运金牌，本身是觉得会有困难度，他其实每一场都很定情的。老长达教练讲，卢嘉玲成绩超过预期，这摆84积分，世界排名有希望重回前10。奥运积分也有啊，不过打法也是偏向防守型。面对新赛制，强化连续攻击甲体能依然是主要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今仔日伫台中科航园区的精园15A 厂举办台积电设备博览会，现场展示台积电工程师家己研发创新的作品。另外，台积电的成分中心今仔日也有对外公开，新来工程师拢爱点正接受2个月培育，训练因面对问题应变能力。中科场处的台积设备博览会开始第1天，现场展示超过70件作品，一寡全是台积工程师利用自我创新研发的新技术，来改善产品良率，也要提升工作效能。在这里的话，你可以确保没有，就是一个是环保，另外一个是全程品质控管，再来就是省人力。过去厂甲厂之间要运送晶片，多数只会当靠人工搬运模式。即马透过气密笼车自动化搬运，若减少75%的手动搬运，也会当减少运送的包装材。只是工程师的养成之路并不简单，所以台积电成立军爱先到成人训练中心，通过真侪培训关卡。右手边那边放的那个夹链袋，就是让你做分类用的，请注意哦，绿色是酸性的哦。除了对照实务操作经验，万一伫地板也是生产线顶，拄到突发状况，这个时阵伫厂务行业6大训练中心所学的电流水处理、甲气化电课程都用会着。有方法的教他这个实务的一些原理，然后让他很快的可以跟得上。那现在我们大概3个月呢，可以让他回到每个服务的单位，跟他的学长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方法。透过虚拟实境的操作模拟，训练新人操作各种排毒能力，也确保人员的操作安全，互外界见识到富国新山台积电每一位工程师的养成之路。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找头路的诈骗案件，即嘛是愈逼愈多，有民众找头路，说互迄诈骗集团要求讲爱甲银行交做扣出来，而且交出来了后，就去用关伫旅馆。加在落尾，伊是有逃走出来去报案，警方也伫桃园掠到3名嫌犯，也甲被害者救出来。规路目睭红暗调着，搭这个穿黑色衫查甫人经过头，互带去旅馆。嘛有人伫咧面试了后，对2个查甫人行入去套房内底。对迄阵开始，因的自由就互控制调着。因为挡袂牢，互人控制，有人趁机会走去报案，警方就随来展开调查。伫咧桃园的民家厝，有去掠到涉案的查甫人。台北市刑大搁再破警求一个收金案件，至少已有3名被害人遭该诈欺集团以相同手法约出，并取得提款卡及存折等资料，期间遭拘禁于桃园市以及台中市的旅馆及日租套房。警方调查，这个被害人因无职业，相信朋友讲有这款关薪水的头路，和诈骗集团面试了后，互强压上车，互带去旅馆关起来。因的口座嘛，互摕去做洗钱的人头户，还佫互人强迫做车手，带去银行去领钱。有人伫遐挡2礼拜了后，未堪得折磨，就想要自尽。上尾趁嫌疑犯无注意的时阵，因才家己走出来报案。我们查获了棒球棒，还有束带。还有毒品咖啡包，还有用来控制被害人的手枪，还有眼罩等等。拢总有3个人互带转去侦办，其中姓池的主嫌伊36岁，有早期的前科，也佫有帮派背景。警方嘛照妨害自由这个罪嫌来甲移送法办。干那伫咧台北市，警方最近半个月内，就和这款诈欺犯罪有关的嫌疑犯，就有205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公益团体自律联盟今日公布调查，讲这2年因为疫情关系，有超过8成的人会伫咧线顶捐钱做善事，其中信用卡是上侪人使用方式，那第2坎是手机支付。自律团体也呼吁大家伫咧捐钱进前呢，就要详细了解公益团体所提供的资讯，千万唔通去互骗去。疫情之下，真侪代志拢改做伫线顶解决，就连捐钱做善事，嘛会当透过电子产品，用信用卡也是 QR code 来进行。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公布调查，这2年来，民众渐渐改变捐钱的方式，有超过8成的人会伫线顶捐款做善事。大部分的捐款人其实已经到80%以上都会使用所谓的线上的捐款的模式。那特别是在这2年的比较，我们特别看见就是手机支付这件事情的捐款比例大幅的成长，从2020年是11.2%，一直成长到今年已经变成是28.7% 的这样的状态。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表示，伫线顶捐款的人有82.7%拢是用信用卡，过来有28.7%是用手机支付工具，上尾是有22.7%的人透过线顶的邮局也是银行过数。不过因为一寡捐款平台的系统无够密集，有1/4的公益团体去互网络诈骗集团利用。自律联盟建立好事大平台，提供民众正确的捐款资讯，唔通互爱心走入去别人的落地啊。我们就提供分类，还有各种的这些不同的这些服务方面的资讯。好事大平台，我们希望是成为一个台湾公益组织的一个资料库，长期也可以查证，也可以研究，那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自律联盟呼吁民众伫网络捐钱唔通匆忙，应该选择家己熟悉的议题，主动了解公益团体的工作报告。若真有疑义，一定要参考有公信力的单位所提供的资料。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新北市的邦桥高中即阵透过教育局创新教育加速器计划，甲这个辅导室改造以外，互伊有温暖的感觉，也用这科技机器来观察老师学生的变化。所以第一个是额头，那再来是胸的部分，它就是会测呼吸。甲这种机器倒伫学生的身躯顶，会当观察紧张喘气等状况，记录学生的生理甲心理，甲科技应用伫学生的辅导，嘛甲辅导室变做消透压力的所在。以前的话，就是可能比较像办公室，所以就会觉得比较有距离感。就是现在这样子改装之后，就会觉得就是比较温暖一点。可能考试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很紧张，就可以知道自己现在是紧张的状态，想要运用什么技巧，让你自己放松一点。
邦桥高中辅导室引进这套心理甲生理的测量回馈机器，除了甲传统的资讯分开，嘛增加消透压力的空间。师生通透过科技，实际了解到身体的反应。像学生上接表达因感觉紧张、困眠无好，辛苦讲压力大，除了传统面对面的沟通，用机器数据呈现学生身体的状况，会更较有帮助。这个生理的仪器，它是一个辅助。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了解学生身心理相互影响的状况，这个是有别于之前的辅导，就是之前的辅导是他说他很紧张，但是你实际上也不知道他的紧张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辅导老师表示，记录落来数据嘛，通加做医疗参考。新北市政府表示，邦桥高中是目前全市头一个有高科技心理健康空间的学校，嘛办理训练课程。目前已经有数十个辅导老师来参与，希望改变传统的辅导方式，未来让更较侪师生通利用。记者点李学凯台北市报道。嘉义县17间学校配合农委会农改场做伙举办实农博览会，也要感谢这推广实农教育的专业人才，甲知识还有功夫传授给学生囡仔。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预防疾病。各小的学生伫台顶分享学习内容，嘉义县17间国中小15载时做伙参加实农博览会。大间学校拢提出教育成果，其中梅山乡的瑞丰国小，唔但教囡仔农业的知识，佮配合山厝鸟的保育，和实农教育增加生态动物的概念。阮即摆就教伊吼，安怎种这物仔，互鸟仔食，互人食。所以伊对细汉伊就开始知影讲，咱来保育这些动物。说像茶诗的创作，像一些科技教育的结合，还有一些绘本的制作，这个都是让小孩子他们可以去学习如何把食农的意涵更加的扩展。嘉义县推动食农教育，举办以农共舞的计划。邀请专业的农民入去学校内底做农业老师，甲学校做伙来教囡仔。希望实农教育不只是课本的内容。小朋友在看这个农夫，他不是只是农夫，他变成一个老师。那他对于专业对于农业这个专业，自然就会产生一些尊敬。收成的时阵，有当时啊，咱在过程当中，有拄到一寡天灾啦，拄到一寡气候问题，拢教囡仔遮。嘉义县农业处表示。去年伫鹿草国小成立实农教育资源中心了后，嘉义县实农教育的内容嘛开始丰富多元。这届17间学校甲42位农业老师的配合是真好的范例，希望会当带动其他学校的参与，推广实农教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东的关山今年早冬树啊呢有一区上100公斤的有机蚕，去互乌龟虫食了。最近这万冬树搁伫要收成咯，偏偏出现虫害，互农民是真烦恼。不过中兴大学和台中的农业改良场已经研究出生物防治法，带观众朋友做伙了解。关山镇有机产区二期场收割完，结果出现大批乌乌的虫走去民家厝。农民讲，这是臭青牛仔会危害稻米。过去喷农药的耕作方式真少有这款的虫，即马用有机耕作引导大批搁转来啊。农民讲，传统用烧稻草来防治，也毋过即马袂当烧也袂当喷药啊。春象虫现在太多了啦，现在那个稻草再不烧的话，这个春象虫不晓得要怎么处理。今年6月，关山镇有机产区要向县府申请烧稻草来防治臭青牛仔危害二期稻作，结果二期稻作产地也是发现真侪臭青牛仔，造成稻米减收5成。即马台东农改场甲中兴大学合作，已经研究出用一种乌卵芳甲本土的乌穹菌天敌来防治，会当降低7成以上的虫。这有机的米的好，连虫都知道，所以虫就回来了。那回来，当然它也就它的天敌也跟着回来了。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些生物性的因子，希望再把虫压回去原本的那个低密度的情形。台东农改场表示，每年1月到清明节之前，逐礼拜拢会伫产地放6000只的乌卵芳，甲喷乌穹菌，互有机产区的生态达到平衡，产量都会当维持。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传统艺术拢面对着失传的危机，转型是真必要的。来看马来西亚的皮胶器，有一个少年师傅引进3D 列印的技术，会当甲喜红仔印出来，也若让皮胶器的部分就交互电脑去控制。咱做伙来看卖。
而导游无看到两个翁仔伫咧讲话，证明一个穿现代的西装，另外一个是装扮真多印度教的形象，看起来就敢若是流传了几落百年的配教戏。不过行到后壁看，毋是人伫咧人，是机器伫咧操作。这是33岁正爱配教戏的阿赫马德新的创意。Ini adalah salah satu cara di mana saya cuba untuk menyelamatkan seni warisan kita iaitu wayang kulit ini. Sebab wayang kulit ini seperti sedia maklum tahu kian pupus. Jadi dengan usaha-usaha macam ni, persembahan wayang kulit dapat dijalankan dengan lebih kerap, boleh dijalankan di mana-mana saja pada bila-bila masa. 大家印象中的配教戏，拢是人伫咧后壁人翁仔，几落百年来自大海两岸到东南亚，甚至是中东、欧洲拢有配教戏。马来西亚也有，因的配教戏是源自印尼爪哇岛，伫当地叫做瓦洋配教戏。1990年代，以伊斯兰为主要信仰的大马，政府认为配教戏定定出现印度教现象，对伊斯兰不敬，所以不下禁令不准演。尾仔虽然重新搁开放，不过就敢若真侪传统表演艺术共款，拼袂过电视、电影、网络影音平台。为了要互传统戏剧找到新生命，正讲起配教戏的少年人阿赫马德，就用全自动控制方式表演配教戏。台顶的架轨道拢用电脑程式先写好，用自动化机器控制，而且翁仔也是用3D 列印印出来。Terhadap remaja tentang wujudnya persembahan wayang kulit ini dan secara tidak langsung golongan generasi muda akan mula tercari-cari dan mula meminati seni warisan wayang kulit ini. 自细汉就看传统配教戏大汉的华裔民众，对这种用新技术制作加表演的配教戏，也感觉真新奇。我很欣赏这个新的技术啦，很先进的技术，全部都电脑电子控制，很先进啦。有40年经验的老师傅认为，要互少年人注意，互更加侪人来关心传统艺术，用这种新技术来制作表演，也是袂歹的方法。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所有观众朋友来关心明仔载天气，讲对今日暗时开始咧，即桃园以北一个东部地区有水汽，这方面的宜兰可能会落雨。不过到明仔载下半晡了后，搁再恢复好天啊。到礼拜进前拢是稳定的好天气。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只会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7度，平遥金门马祖对17度到25度，也过未来3天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